及记第18章13节到23节，出埃及记18章13节到23节。我用台语汉字本来读，上帝话来讲，隔日摩西节日审判百姓，百姓对早起到因拢徛我伫摩西的身边。摩西的丈人看见伊对百姓所做一切的事，就讲：你对百姓做啥物事啊？你啥事家己做咧？种百姓对早起到因拢徛伫你的身边啊！15节。摩西因伊的丈人讲，这是因为百姓到我遮来问上帝，因有代志的时就来我遮，我就伫因相并的中间，甲因判断，互因知上帝的律例甲法度。17节，摩西的丈人对伊讲：你安尼做毋好，你甲你遮的百姓会真顺心，因为这个事互你心中，你家己一个人做袂来。但你着听我的话，我替你拍算，愿上帝甲你伫咧。你着替百姓到上帝面前，将案件请问上帝，搁着将律例甲法度教示因，只是因所着行的路，所着做的事。21节，也着对百姓的中间竟有才能的人，就是敬畏上帝、诚实无懒散、万年不义的钱迄落人，设立因做百姓的士大。话是1000人，话是管100人，话是管50人，话是管10人，互因照实审判百姓，大事着互因到你遮来，小事因通家己审判，安尼你就较减轻，因也通甲你三甲担当。23节，你若安尼行，上帝也安尼吩咐你，你就记载会了，遮个百姓也通安然到伊的所在。咱即是要请青少年，你先用中文译本来读一解。出埃及记第18章第13至第23节。第二天，摩西在人民中处理纷争，从早到晚十分忙碌。叶特罗看见了这情形，对摩西说：“你到底为人民做些什么呢？为什么让这许多人从早到晚站在这里等着你的指示，由你一个人自己处理呢？”摩西回答：“我必须这么做，因为人民到我这里来求问上帝的旨意，凡有2人发生争执，就来找我解决。我得替他们判断谁是谁非，并把上帝的律例和指示告诉他们。”叶特罗说：“你的做法不好，你和你的同胞都会累坏了。你不能一个人做这许多事。我现在给你一些建议，愿上帝与你同在。你代表人民，把他们的纠纷带到上帝面前，向他请示，是对的。不过，你应该把上帝的律例和指示教导他们，解释给他们听，使他们知道该怎样处事为人。除此以外，你还要指派一些能干的人做以色列人的领袖，每1000人要有一个领袖，然后每100人、50人、10人都应该有领袖。他们必须是敬畏上帝、可靠、不接受贿赂的人。你要指派这种人随时为人民判断案件，他们可以把重要的案件带到你面前，小纠纷就自行处理。这样，他们可以分担你的责任，使你的担子轻省些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上帝也这样吩咐你做，你就不至于精疲力竭，而人民的纠纷也可以早些解决。
感谢上帝赐予话语，成就咱的智慧。咱即时要来请林敬道牧师来证道，伊今日要证道的题目是团队服侍。今日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搁一摆来到咱的教会，搁咱做一来敬拜上帝。今日是咱种植要上任的日子，嘛是玉山新学院的奉献纪念主日，所以我就借着安尼来到讲台，来到咱的中间，咱三甲主日，嘛一块来举行种植的就任。今日咱要看团队服侍这个题目。首先，咱来想摩西伊到底是甚物人？摩西伊伫埃及受真高等的教育，伫出来记第2章第10节，即个遮安尼记载讲，囡仔渐渐大，规人就带伊到法老的查某囝遐做伊的囝，伊甲伊号名叫摩西讲，因为我对水里救伊出来。摩西一个真特别的身份，伊是希伯来人，总是到落尾，伊的妈妈用方法，竟然互法老的查某囝来认伊做伊的囝，所以有机会到埃及的王宫。伫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因咧过审判的日子，因咧过奴隶的日子，所以因无法度得到审判的栽培，得到审判的训练，因咧工课就是去摕土、去摕草来做庄，来互伊埃及人通好用。总是摩西伊的身份真特别，会当伫埃及法老的王宫内底。所以伫《使徒行传》7章第20节，安尼记载讲，受气杀的时，法老的查某囝捡去，养饲做家己的囝。摩西学习埃及人拢总的学问，讲话行代志拢有才能。这是《使徒行传》所咧形容摩西安怎，伊会当伫埃及学习所有的学问。所以，伊是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。然后出来伫第3章第10节咧讲，摩西顺坦上帝命令，伫遐来带以色列人出来的。第3章出来伫第3章第10节，即个只安尼记来讲，你来，我要找你去见法老，带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所以若安尼讲。摩西是受上帝真重用的一个人，所以上帝竟然无去找以色列人其中倒一个较敖的人，讲你着直接带以色列人来离开埃及。伊颠倒是伫西奈山旷野的所在，显现互摩西看，然后甲摩西讲倒转去。摩西听着讲哎使呢，法老要甲我杀呢，我才走出来呢。走出来40年啊呢，你即个叫我倒转去，可见上帝真用心啊！伊知影讲摩西只有你会使，所以我显现互你看，你当去带以色列人来出埃及。摩西嘛是一个会当行新约奇事的人。咱若来看出来一记，咱看摩西伊会行足侪新约，乖迄个涂骹变做蛇。捡起来，搁变做乖啊！乖啊，比落伫尼罗河，尼罗河的水就变做血。做新约伫出来伫内底，造成到尾法老王讲好啦，恁紧走啦，恁紧走，因为挡袂牢啊！敢若这个新约就互法老王挡袂牢，所以伊会当行新约奇事。然后伫创世纪第5章22节，嘛咧记来讲。伊是安怎？上帝介三甲地人。第5章22节，安尼记载讲，摩西倒去耶和华遐讲：主啊，你啥事歹款待即个百姓，啥事找我？留意，咱敬拜上帝啦。我若甲你讲，当然甲上帝相骂，你敢？后可能甲上帝相骂。所以摩西真咧做啥代志？摩西转来找起伊的上帝，甲伊讲：你咧创啥？
是安怎呢？哪会发生安尼个代志？是安怎咧歹款待遮个百姓？伊敢甲上帝争执，表示伊甲上帝有真好真好个关系啦。其实，我会甲朋友教讲吼，你会当甲上帝相骂无要紧，你会当质疑上帝无要紧。后久伫代志还未明白进前，相骂了吼，你还是爱顺服上帝啦。咱袂当讲，咱拢完全袂当质疑上帝。后久伫质疑、伫计较了后，到落尾，伊犹原是上帝，所以你犹原爱搁顺服上帝。摩西来找上帝，骂骂嚷嚷的，搁来安怎？耳仔讲了，搁倒转来，搁来找法老王。伊毋知影讲上帝啊，歹势，我要来走啊。毋是，伊嘛是耳仔讲了，好咧，搁来找法老王。因为一改新约、两改新约、三改新约，到第10摆进前拢失败啦。啊，佮摩西安怎？犹原共款啊。念啊找上帝，骂骂念，过来好，我搁倒转来。因为安怎？伊是上帝，摩西是伊的老婆。摩西最后咱知影，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这是一个真大的工程啦吼。顶礼拜我伫阮教会讲道的时阵，我咧分享创世纪，到落尾是迄个雅各以色列带领因的家族去到埃及约瑟遐。照圣经记载，有记载谢昂的囝孙几个，谢昂几个，拢总尾讲记载起来70个，70个人入去埃及苗，到尾出埃及的时阵，咱来看圣经内底记载，讲安怎？总顶60万，囡仔无算，有恁人嘛无算，所以讲加起来超过几百万啊！所以要一个人带几百万人出来，真正困难。总是上帝互伊做到，真正带以色列人出来。因为安怎？经历过太侪个心热，佮特别埃及个大囝拢被杀死。若无，敢有遐简单？我来招小长老讲行，咱来出埃及。小长老可能讲好啦，我来招其他人，其他人讲，迄恁兜的代志你家己去。我伫埃及住了好好啊，随讲做奴才，还有物件通食，要爱几百万人拢同意，敢遐简单？总是伊完成啊。有今日咱所看的圣经节发生什么的代志？今日所看的圣经节出来一记第18章，安怎？记载讲，摩西规日无闲咧处理百姓的代志。伫遮13节来记载讲，隔日摩西坐地审判百姓，百姓对早起到下昏，拢徛伫拢跪倚伫摩西的身边。所以对着摩西来讲，哇，真正可怜的吼！透早困醒，百姓就伫遐咧排队啊，伊咧到下昏，逐个搁伫遐咧徛，毋知当时才会当休困，所以伊安尼规日无闲，拢咧处理百姓的代志。这也是好事啦，表示大家知影讲摩西啊，你是上帝所差遣的，所以阮来找你就对啊。你的审判是公义公正，总是安嘛袂通呢吼？因安怎家己通日无闲，无当看通去斗3工，无当看通去斗3工。感谢主吼，阮永丰教会咧聘请第2个牧师来甲我斗3工。前几冬我拢毋敢啦吼，因为咱教会团队服侍敢若无足成熟，拢惊讲若聘请其他牧师来，若甲我意见袂合，毋知冤家落坐袂安尼。前2冬开始我发觉讲袂使，因为我快不行了，嘛是着爱找，嘛是爱有一个专职的来甲我做伙。因为我发现讲吼，阮的主日学，阮的学前团课吼，我拢无法度去关心着啦，因为我太无闲咧。拜六暗一场礼拜，社青聚会有当时佫叫我来做主任。礼拜日透早2场礼拜，礼拜日下晡常常活动。像今日阮下晡我等下转去，爱佫开小会，了后小会煞，阮下晡有专教的趣味联谊，嘛爱佫聊的，所以太无闲咧。尾就我决定要聘请，所以阮真有聘请着啊吼。所以有当时若这教讲台吼，
甲我交换，着牧师来讲，你牧师也袂通呢。甲你换吼，你是去讲一讲，结果我逐日讲3讲，哪有安尼？顶摆交换讲台是去东宁教会，我是特别甲迄个纪念主日，无人要甲我交换，我怎甲迄个主委讲啦，我讲你是主委，你爱来甲我交换讲台，着东宁教会大顺教牧师嘛，我伊随甲应好咧，应好了，甲开始阮干事咧甲去食时阵，伊讲3讲，哪会3讲？佫拜来爱去，所以这真正真忝，所以安怎发生相反的代志？第2点咧讲，伊的丈人也贴落来找伊，看一个讲，你是咧创啥？咱来看第17节、18节，这个遮所记载。17节，摩西丈人对伊讲：你安尼做毋好，你甲你遮的百姓会真损心，因为即个事，互你伤重。你家己一人做袂来，所以一个才有能力，一个想着上帝肯定，上帝甲伊送到伫地人，结果走出来是个丈人甲伊讲：你是咧做啥物戆代志啦？哪有人安尼咧办事的啦？颠倒即个叶贴落，到后尾安怎？甲伊教讲你着安怎？分工嘛，10个人、50个人、100个人。1000个人，拢要有人负责。你毋通规以色列百姓规100万人，干你一个咧做法官，安尼你哪有可能会当处理代志？所以一个受到高等教育、受到上帝所肯定，佫会当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人，到尾是互定念险甲，讲你安尼会互你甲你的百姓真损重，会损害恁家己的身体。所以叶忒罗就甲伊讲，爱分工，爱分配工作落去。总是伫即个分工的中间，反对服侍，竟然毋是直接甲讲，恁倒有遐侪族，就拢叫族长出来做就好啊嘛。毋是呢，叶忒罗是爱讲10个人的、50个人的、100个。所以遮咧讲啥？是爱用啥？第一，有才能的，有才能。伫永康教会，也是讲伫头城教会，抑佫有留了安尼的状况啦吼，就是家族性真强。所以吼，阮的家族就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做长老，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做执事，会晓袂晓不管，会足头疼咧。有诶就真正袂晓，咱咱即个家族内底，你是上有资格上老的嘛吼，就一定爱出来。出来了，我人袂晓，就较麻烦。不过头车佫一个好处啦吼，因是牧师讲的准算啦。佫牧师讲了安怎？牧师你家己做，阮袂晓。开会常常一个议案过，要过因拢家己问讲一句话：牧师钱有够无？我若讲有，拢好好讲过啊。佫才能是需要。第二。爱知影敬畏上帝，一个人有才调，伊若毋知影敬畏上帝，安尼嘛是无才干。所以伫遮叶忒罗提供意见，莫用族长，是用有才能的人。照伊的才能，管10个嘛无要紧，管100个，管1000个，所以是照无共款的才调，然后爱敬畏上帝。第三是诚实，即种人爱真诚实，就是爱公义、公正。遮才会当好好来做上帝工。过来就是安怎？无贪钱财，无贪钱财。所以这是叶忒罗提出来的条件，互摩西知影。到落尾，摩西嘛照安尼来做。所以即个方式，伫以色列的即个民族内底，用几千年的时间，因感觉安尼才是对，安尼才是对。所以对着安尼。圣经互咱的启示，人毋是万能的啦。牧师只是上帝的奴仆，只是上帝的器皿。咱今日咱长老要奉立甲就任，伫咱长老教会的制度内底，牧师嘛是长老，长老嘛是长老，牧师只是专门负责教导信仰、
被传承的一个长老，啊，咱互我特别一个名称叫做牧师，啊，可是因为专一个，咱长老毋是，咱长老毋是专一个，啊，佫平平是长老，啊，佫另外一句话来讲，我常常来甲阮兄弟姊妹讲，咱人伫上帝目睭中是啥？人尔啦。你莫讲我是老师呢，我是警察呢，我是啥呢？伫上帝目睭中，你是人啊尔。所以上帝今日要用你感谢主，上帝今日若无要用你，啊嘛是爱感谢主，因为当受呼召，有当时来讲是真正足辛苦的代志啦吼。啊，阮应该免2档啊3档啊，开始有第3场的礼拜。阮的长老，伫州的长老吼，互因常常甲我嗨，牧师啊，以前你还袂来吼，我一礼拜做1场礼拜就好啊。啊，正我爱陪你做3场礼拜，私会爱私会，阮拜六暗华语无私会，拜六爱2场的私会。阮讲好，足忝的，我无要紧啊，上帝纪念啊。我着讲3讲啊，我也无加领3份薪水啊，我着讲愿意讲3解讲道啊，所以大家做来努力，做来拍拼。咱只是上帝的萝卜，咱毋是万能，所以咱需要有同工。所以虽讲有上帝，咱嘛袂当单打独斗啦吼，就是讲一定要有同伴，一定要有同伴。所以伫咱长老教会，咱发展出来的制度，就是互咱教会内底有长老、有执事，通好参与伫教会的圣工，互一寡行政的事务，互长老、执事来发落，然后互牧师会当较专心伫传道理，伫遐来教导上帝教示。所以咱头拄仔所看的圣经节，亚他俄嘛有甲摩西讲。你著爱专心伫其他的事，毋是只个10个工课内底。所以，毋茫咱知影，虽讲有上帝，摩西伊会当讲啊，我靠上帝就对，我靠上帝就对啊。总是有当时嘛是真困难，所以对着安尼，互咱学习，看有上帝三角之地甲因带伫教会的工内底啊，真侪。拢真正爱求圣神来做工。我常常会苦劝兄弟姊妹，咱有真侪选择，咱有真侪决定的时阵，咱一定爱祈祷上帝讲，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做即个决定是正确的。虽讲咱袂当讲啊，无来用抽签哦，啊无来用跋杯哦，啊无咱嘛犹原共款，爱讲上帝啊，当我要做即种的决定的时阵，求你，互我的决定是对圣神的引带甲带领，因为教会有真侪代志啊，咱有真侪毋是会晓，所以伫永丰教会虽讲中级20个，啊，佫逐个嘛毋是讲逐项拢专业，所以我嘛有真侪代志袂晓啦，真侪代志袂晓，啊，总是搁会爱做决定，啊，要安怎？只有祈祷，只有求上帝，互阮的决定是正确。第二。选出上帝所喜爱的人来服侍上帝，即咱进前已经有中级解说，总是过来组织团队服侍，对咱教会伫中级就任了后，真要紧的一项。我牧会到阵，若中级就任，我拢袂甲伊讲恭喜，我拢会讲过来辛苦，恭喜，互上帝纪念，总是真正辛苦。求上帝帮助，然后兄弟姊妹呢？兄弟姊妹毋是甲咱的中级选出来了，讲好，过来，互恁无用啊，甲我无地带啊，毋是，颠倒是咱逐个至少，你爱为着这个中级祈祷。至少，你做会到的工课，你爱愿意出手来做，愿意出力来做。伫顶年拄着2届的风台。阮永丰教会若捌去过人就知影吼，订到足大，规个3分地要到1000平，啊，佫种足侪树啊！哇，风台一过，规个树瓜断去的、树叶落去的、倒位塌掉的，拢总出现啦。结果我赶紧的敲电话联络
连落一个，连落两个，两个搁连落两个变4个，4个搁变落4个变8个，安尼连落到尾，第个风台经过，还搁咧落大雨，雨还咧落。迄个补来60个人，讲牧师，我来甲你斗签。讲毋是甲我斗签啦，这是教会，大家做伙来签。所以阮真紧安尼签的，到后尾看起来遐树尾树叶啊，叫迄个环保局因爱来调嘛，剩2只车来调，伊个大型的车辆调2只，互因讲哪有遮济啦？啊，所以第一只调停了，讲吼，我先开走，等者阮会搁叫另外1只来，因为伊原本想讲1只来调就有够啊，结果2只调了，还搁找拄啊，伊甲我讲，拜托啊，牧师啊，恁这吼垃圾车来吼，甲地捆的，甲拼垃圾车就好啊，阮毋免搁来啊，因为迄届风台过足侪所在拢足严重的迄个树枝倒树啊倒遐个物件，所以咱每一个人，无论你有当职无当职，你拢会当成做真好的同工，参与伫即个事奉内底，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教会因为安尼来得到兴起，来得到进步，应邀上帝嘛利益伫咱正大家，咱同心来祈祷。阿爸爸，阮的上帝，阮献上祈祷伫你面前，阮感谢你伫你敬条下面，互阮有人会当出来参与伫上帝你无限的圣工。当伫今日中集要就任，阮恳求你帮助，互阮遮个就任的中集有对上帝你来所赏赐的恩赐能力来服侍上帝你。总是嘛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愿意用心用祈祷来相扶持，来相帮助。嘛，尽管小小的力量会当做的所在，阮出力来斗相共来做。主愿仰望你，恭敬将这个代志交托主你手中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，阿门。